喺香港市民同學你哋好，嗱呢個咧就係麒麟山嚟嘅，呢個成個山都係石，呢個雞公山，遲啲呢度就係大學城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嚟咗呢度咧，唔係半個世紀啊，成差唔多一個甲子。我哋係1960幾年嚟嘅，初嚟呢度咧就係渺無人煙。啱先嗰陣時咧就係揾唔到食啊，佢哋原住民咧嗰啲有姓氏嗰啲原住民佢哋搬走，我哋1962年就開始到啦。咁啊，慢慢初嚟到我哋呢度得幾家人嘅啫。嗰陣時最早嚟到我哋係養嗰啲餵金魚嘅沙蟲，種菜。咁啊，後期1970年8年喺香港經濟起飛啦，我哋開始養雞啦、養豬啦、種菜啦。花咧我就係喺90年啊，80、90年代開始引入外國嘅花卉咧，慢慢轉型嘅。咁但係到國內對面開放之後咧，我哋開始受到國內好大嘅衝擊咧，我哋就要轉型啦。咁啊，慢慢喺2000年之後咧，我哋就淨係單靠係賣花種菜咧，係養唔起啊。咁我哋就慢慢開始轉型農家樂啊，即係做咗休閒農莊嘅形式咁轉變落嚟嘅。簡單啲就係咁樣啦。係。咁之後會點樣咧？呢一度遲啲咧，佢話明年就會至到2030年到啊。呢度有一條北環經我哋呢個，我真係好希望佢做成，因為古洞北有幾十萬人搬入嚟，咁就政府綜合大樓都會搬入嚟啦。咁你呢度而家咧去上水搭車咧就係唔係咁容易嘅，得一條17號紅色嘅小巴76K， 所以喺翻工時間啊好比較去元朗就好啲。元朗就有2條綠色嘅小巴，有一條咧就78，3條加埋咧就去大欖嘅。得一架76K， 得個17號紅色小巴去元朗就好啲。但係如果佢唔快啲整個古洞站話明年可以開通咧就好啲啊！我真係希望佢快啲。即係去兌現啦，如果唔係到時搬入嚟咧，個交通好擠迫，配合唔到。仲有咧，佢初規劃呢度嗰陣時咧，佢話會留翻7公頃啊，攞嚟做香港市民嘅休閒，好似類似休閒設施嘅。但係而家7尺都唔留，我唔想好似深圳咁密麻麻。即係始終喺香港做呢啲個農業啊，地方雖然係好細，但係香港都要有一個即係攞嚟舒緩下香港人嘅生活咁壓力咁大，生活咁緊張，即係嗰度去洗滌香港市民嘅心靈。即係我自己個人喺呢度差唔多半個世紀以上，我都希望有呢個真係可以兌現出嚟嘅願望。